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紀1章1節。回望過去60年來，神嘅恩典一路引領神愛堂從觀塘區嘅一間小堂會茁壯成為今日社區嘅祝福。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43章19節。20世紀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將觀塘發展成為工業同埋住宅區。當時衛理公會喺觀塘人外圍華2樓購置咗幾個單位，而且動員北角衛理堂嘅弟兄姊妹前嚟開荒植堂。其後安素堂、衛斯理村同埋北角衛理堂亦都有信徒遷居至觀塘一帶，而且陸續嘅加入神愛堂嘅聚會，同心拓展福音。1966年，神愛堂正式成立。1967年，神愛堂由華2樓遷至仁信里中興樓，而且開辦咗神愛堂幼稚園，令到區內嘅孩童唔單止接受教育，同時認識咗耶穌基督寶貴嘅救恩。1986年，房屋署批准神愛堂於現址翠屏村翠榕樓地下繼續幼稚園事工。呢一個嘅事工唔單止延續咗教育使命，更加緊密咁樣聯繫咗神愛堂同埋翠屏村居民之間嘅關係。你愛我，認識我，永遠不變的應許，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路。你愛，你手，將我緊緊抓住，一步又一步。1999年，神愛堂開辦咗親子教育中心，服侍區內基層家庭同埋新來港人士，其中包括咗嚟自喺內地嘅同埋印尼嘅華僑年輕婦女，幫助佢哋適應香港生活，感受教會嘅關懷同埋支持。你愛，你手，將我緊緊抓住，一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你愛，你手，牽引我走這人生路。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2章52節。2003年，神愛堂發展植堂事工，跟隨總會喺油塘區開辦幼稚園同埋佈道所。經過咗10年，佈道所終於成為咗堂會。2006年，翠榕樓幼稚園嘅事工告一段落，藉着官巡喺原址開辦嘅神愛關懷中心，我哋得以繼續使用呢個嘅地方，同心服侍社區。期間困難非常之多，但憑着上帝嘅保守，我哋都能夠一一過關。美麗的高山
2008年，堂址重修完成，並且舉行奉獻禮。我哋積極參與聖物銀行探訪工作，專注基層嘅事工。它總不改變，雖然小雨灑在臉上。2020年，社區貧窮嘅問題越趨嚴重。喺聖靈嘅帶領下，我哋同中心嘅社工關懷劏房嘅住戶，並且為佢哋尋找資源，服務佢哋嘅需要。放膽傳講上帝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沒有人禁止。使徒行傳28章31節。2021年，神愛堂慶祝成立55週年。當年年初，疫情仍然嚴重，弟兄姊妹只能透過直播參與。到咗年底，我哋已經能夠喺國際禮拜堂舉行實體嘅感恩獻情崇拜，親自向上帝獻上讚美。神愛堂開辦咗第一次嘅基督裏的良伴課程，建立弟兄姊妹嘅屬靈生命。2023年，教會聚會逐步恢復常態，我哋發起咗新約讀經計劃，超過一半嘅弟兄姊妹參與其中，完成率更高達80%。同年10月，我哋開展咗對神愛堂影響深遠嘅必勝祈禱運動，讓弟兄姊妹建立穩定嘅禱告生活。我哋鼓勵各小組自主籌劃福音工作，重點在於讓小組成員親身參與計劃同埋執行，從中經歷侍奉嘅喜樂同埋屬靈嘅成長。2025年，週六崇拜轉為每月2次嘅週六晚間青年聚會。感謝神嘅恩典帶領，同年9月，我哋有機會進入何明華會督中學開展福音工作，向年輕一代見證主愛。過去60年，神愛堂處處見證神嘅信實，願主繼續使用我哋，作佢嘅愛嘅燈台，明亮更多人，引領他們歸向基督。盡顯神恩，神愛堂生日快樂！耶！黃金10年，盡顯神恩，神愛堂60週年，生日快樂！黃金10年，盡顯神恩，喜樂組
恭祝神愛堂生日快樂！耶！黃金10年，盡顯神恩。摩西祖恭祝神愛堂生日快樂！耶！梅德祖祝福神愛堂黃金10年，盡展神恩，生日快樂！羅爾祖祝神愛堂60週年，生日快樂！主恩滿滿，黃金10年，盡顯神恩，祝神愛堂生日快樂！神愛堂生日快樂！耶！神愛堂生日快樂！耶！黃金10年，盡顯神恩，神愛堂生日快樂！黃金10年，盡顯神恩，神愛堂生日快樂！黃金10年，盡顯神恩，神愛堂生日快樂！神愛堂60歲生日快樂！黃金10年，盡顯神恩，神愛堂生日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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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快樂！生日快樂！神愛堂生日快樂！神愛堂生日快樂！Selamat ulang tahun！生日快樂！